阿伯兰99岁的时阵，耶和华向伊显现，对伊讲：我是全能的上帝，你当伫我面前做完全人。我就甲你立约，互你的后裔结基犯罪。阿伯兰俯伏在地，上帝阁对伊讲：我甲你立约，你爱做多国的父。从此以后，你的名无阁叫阿伯兰，爱叫阿伯拉罕，因为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。我必互你的后裔结基犯罪，国度对你而立，君王对你而出。我要甲你立约，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，做永远的约，是要做你甲你的后裔的上帝。我要将你现在寄去这地，就是迦南全地赐予你，甲你的后裔永远为业。我也要必做因的上帝。上帝阁对阿伯拉罕讲：你甲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。恁所有的男子拢爱受割礼，这就是我甲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，是恁所当遵守的。恁拢爱受割礼，这是我甲恁立约的证据。恁世世代代的男子，无论是伫厝内生，也是你后裔以外用银两为外人买的生落来，第8日拢爱受割礼。恁厝内生，甲你用银两买的，拢必须爱受割礼。安尼，我的约就立伫你的肉体上，做永远的约。但无受割礼的男子，必对民中剪除，因伊背了我的约。但无受割礼的男子，必对民中剪除，因伊背了我的约。上帝阁对阿伯拉罕讲：你的牵手撒来，毋通阁叫撒来，伊的名要叫撒拉。我必赐福予伊，也要予你对伊得到一个后生。我要赐福予伊，伊也要做多国之母，必如百姓的君王为伊而出。阿伯拉罕就俯伏伫地，喜笑，心内讲：100岁的人，阁会得到囡仔吗？撒来已经90岁了，阁会生养吗？阿伯拉罕对上帝讲：但愿伊是玛力活伫你面前。上帝讲：不然，你牵手撒来，要甲你生一个后生，你爱甲伊号名叫以撒。我要甲伊建立所立的约，做伊后裔永远的约。讲到伊是玛力，我也永远哩。我必赐福予伊昌盛，结基犯罪。伊必生12个族长，我也要予伊成为大国。到明年这时节，撒拉必甲你生以撒，我要甲伊建立所立的约。上帝甲阿伯拉罕讲完了话，就离开伊，上升去了。正当迄日，阿伯拉罕遵照上帝的命，甲伊的后生以实玛利甲厝内的一切男子，无论是伫厝内生，是用银两买，拢行了割礼。阿伯拉罕受割礼的时阵，年99岁；伊后生以实玛利受割礼的时阵，年13岁。正当迄日，阿伯拉罕甲伊的后生以实玛利一同受了割礼。厝内所有的人，无论是厝内生，是用银两为外人买，也拢一同受了割礼。